你看小型抽水机啊，小型抽水机的马达，还有那个锯子锯开，你看不容易。你看这个洞那里，可以看到那个轴心呢，还可以看到气包线已经黑掉了，烧坏掉了，黑掉。好的话是红红的。这个要如何防水啊？会不会是因为水进去也会造成那个烧掉，还是那个氧化造成气包线黑黑的？应该是空烧坏掉，气包线才会黑啊。因为交叉测试用同一个电池啊，接不同的抽水机，人家会抽水了，这一台不会抽水了。还要听那个声音很小声啊，有过电，但是没有办法转动的，所以那个是气包线烧坏掉，没有办法让它产生磁场了。电生磁，磁生电，磁生电呢没有办法，电路断掉，没有办法形成巨大的磁场。你看这个磁铁，所以那个打草机的电池也是12伏特的，这个12伏特的。打草机的电池比这个大哦，比这个小，大概是0.7左右。它如果放这个那么大的，改用那个打草机的电池的话，塞进去那个水进来的空间就变少了。你看这个水从这个空隙这边进来，然后从这边出来，在水沟里面那个田里面那个小水沟都还可以抽水。水不够水位太低可以用那个旧轮胎放在水沟，然后底下接近地面那个有加水比较重，比较不会倒，挡水位高了就容易抽水。它这个有杂物避免杂物跑进去吸进去用这个网袋包那个南瓜还是包那个水果的那个网袋包住了。我看这个连网子都掉了。